受到锋面甲西南风的影响，全台湾这几天拢会落雨，红头树也有高雄车头，真侪所在拢有积水的情形。乌克兰表示，已经是第3届攻击克里米亚大桥，泽伦斯基佫甲军队的指挥官改组，希望会当提悬作战能力。南韩选总统，共同民主党李在明确定当选，而且是当选的随就职，讲会克服内乱，继续来拼经济。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6月7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关心的，就是即马受到黄酸雨封面，也有西南风的影响，全台湾这几天拢会落雨。伫台东红头树今仔日早起，就是因为落大雨，这溪水呢是规个淹甲车落去。另外，伫高雄车头的大厅，也有停车场，昨嘛是同款，因为漏雨积水是真严重。气象署表示讲，这雨会落到拜五，也若明仔载是新竹以南，也有华东地区，也是爱注意大水雨的情形。两人相载机车冒险徛伫个水淹半个链仔悬的环岛公路，台东南市初时早起落大雨，真侪所在溪仔水涨起来。龙岛部路五孔洞也亏因为排水袂赴，溪仔水淹到环岛公路。受方面影响，这几天全台湾拢有雨，除了南市公路受阻碍，台铁高雄站也因为车山的大雨，造成停车场真侪所在积水。高雄市的一个最大的时雨量大概达到47哦，那所以这个集水面积的水下来之后，我们车道下面的节水沟宣泄不及，那造成水满溢，那进入到停车场，那影响到停车场。工作人员摕大扫帚对积水的停车场行向客停车、坐车所在，就看到坐车所在上款是4个拢积水。台铁高雄站地下停车场今年已经启用到即阵无到半年，大雨了后，车道的壁全部拢是漏水水痕。地下1楼的车站大厅，也有真侪所在一直到初时早起也伫漏水。天气的设计也有雨水直接伫这大厅地板积水。至少以美观来说算是好看的，但实用性的话可能要再考虑一下。雨势停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把它排除掉，所以大致来说对民众的影响，其实是不大的。民众认为车站的设计恐惊无甲天气甲实用性考虑在内，对此铁道局甲台铁讲会全部来检讨并且改善。初时早起，高雄部分地区有望阵雨，中央气象署讲初五透早雨势底将有较热，二是落雨阁增强，各地落雨情形会继续到拜五。白天的话，降雨的强度有机会再变强一点，特别是在新竹以南地区、花东地区，明天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还是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跟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有估，拜五了后，台湾附近的天气的形态会转做热天，以午后雷阵雨为主的天气形态，也提醒民众出外时要注意降温甲落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高雄的左营大路呢，有一条巷仔半个月来是有2个人互共一只乌犬去咬着伤。即马其中1个人是还阁咧住院，动保处去到现场去查查，除了是照动保法甲伊的主人来罚钱，也考虑要甲这只乌犬强制灭力。只脚流血流滴，倒手的空喙舔几啊针，也伫咧住院疗伤的老先生安怎也想袂到。只是初一暗晡挂出，才踏出家门，就互附近居民饲的大犬扒起来咬着伤，互伊够胆，心又完真惊。一开门，狗就突然冲上来，后面膝窝有大概8、9公分的撕裂伤，腰部的医生说也有一个撕裂伤。伊个拢无暗喙暗，伊讲拄仔因祖囝，你一个囡仔人带迄只狗出去，伊野性用野开，伊无法度去控制，所以讲伊咬着即个阿嬷。代志发生伫高雄左营大路这个巷仔内，住户表示，攻击人的大犬并不是头一摆咬人，顶个月17号咬着老妇人脚够胆，也包腰部。因为附近住户真侪是高龄长者，大犬半个月连伤2个人，互里面是心惊惊。动保处协报了后，测试派人到场确认狗仔状况。赶快搬家，这是第一个件事情，因为这边都是老人或小孩，还有这么多居民进出。第二个就是看看有没有朋友，有没有看他们需不希望有狗可以帮忙顾家里或顾工厂。除了搬厝找人收养，饲主表示，目前3只大犬伫厝也讨看守，确保未冲出家门。也毋过连续发生攻击事件，互动保处除了开发，也考虑掉强制灭的处理。动保法第20条规定，出入公场所及公众得出之场所，须由成年人伴同，牵1.5公尺以内系绳，以及佩戴透气口罩。违反者将依同法第29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捌发生几啊件攻击事件的比特犬还是即摆特犬，拢互农业部列为危险犬种。动保署提醒民众，不论饲什么款的狗仔，拢爱考虑客家条件适可为环境敢是适合。同时，先前饲出的之前挂出时，依规定做好防护，避免发生类似攻击事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厝内有长照需求的民众一定都要注意啊！这是伫个台中呢，乌里这个所在是传出有印尼的看护来苦毒闹大人，结果因的家属甲中人反映，煞拢一直无结果，落尾只好决定要来甲提告。台中市政府甲警方是启动调查，上济会罚看护甲业者拢总45万的罚金。已经超过80岁有阿兹海默症的阿嬷倒伫厝里的眠床顶，负责甲照顾印尼籍看护煞是熊熊甲伊乌白拍，阿嬷疼甲哀哀叫。住伫台中乌日的杨小姐，今年3月透过中人请到看护来照顾阿嬷。这个月初1，原底因为袂记得敢有甲阿嬷注胰岛素，吊监视画面出来，才发现到这件代志。他会就是打阿嬷头啊、脸啊、胸口啊、脚啊、肚子都有。仲介回我，这是看护的个人行为。仲介公司完全没有责任吗？那人不就是从你们仲介公司出来吗？怎么会有这样的答复？家属指控今年3月请到外籍看护有真侪间乌白拍阿嬷的代志，事后中人将看护带回去，说是连一句回事咧都无，所以家属决定要报案提告伤害。伫咧中华中人公司并无对外说明，因为台中警方是已经展开调查，而且将看护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老妇人疑似遭看护伤害案件，立即受理，并展开调查。另外，依职权通报台中市政府社会局。有关嫌疑人涉案部分，本分局近日调查完毕后，将函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他如果没有善尽管理责任的话，是依就业处罚6到30万元。那另外外国人的部分的话，他最重的话是会被限免出境，然后不得再于中华民国境内工作。台中市劳工局甲社会局嘛拢启动调查，若真正有虐待行为，这个看护是涉犯老人福利法，会当罚3万至15万块。除了面临刑责，嘛爱强制出境，袂当过来台湾食头路。因若中人公司是涉犯就业服务法，无尽到管理的责任，会当罚6万至30万。所以来市府嘛协助家属来申请照护休喘服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俄乌战争拍到当时还未收线。这乌克兰呢，今仔日已经公开表示，因是第3届来攻击克里米亚大桥。这届因是对水底用1000多公斤的炸药去bomb这个桥墩。总统泽伦斯基阁甲军队的指挥官改组，原本请辞的陆军司令，即马是转去做联合部队的司令，希望会当提悬前线的作战能力。确实，外面会当看到桥墩下面的水面，常常有炸药爆炸，雨水喷到真悬。俄乌战争超过3冬，乌克兰安全局伫当地车3公开10外秒的影片，表示伫透早进行一届攻击行动，是第3届攻击克里米亚大桥。这个特别为水内底引爆1100公斤的炸药，损害桥梁水内底桥墩，还佫桥梁侧面受损。对乌克兰这个行动，美国表示大声唔知影。Was President Trump informed in advance by Ukraine that the attack is coming? He was not. 乌克兰表示，过去3冬外，俄军利用克里米亚大桥运输士兵甲军事设备进行侵略行动，互乌克兰甲大桥当作是攻击目标之一。而乌克兰的攻击，互俄国伫初时测起，甲19公里长的克里米亚大桥暂时封闭4点钟，了后又个恢复通车。俄双方初日进行第2轮的面对面谈判，不过有关无达成停火协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了后伫初3宣布对乌军做军事调整，甲因为俄军攻击乌军的训练场是要请辞负责的陆军司令德拉帕特，转任做联合部队的司令。Михайло Драпатий зосередиться виключно на бойових питаннях і призначений командувачем об'єднаних сил, щоб міг займатися фронтом на 100%. 对了，联合部队司令泽伦斯基个任命新的陆军伞兵甲无人机司令在人，对乌军的各种部队指挥官进行改组。伊认为这是提升前线作战能力的重要一步，甲新公里级的作战经验全面推广予乌克兰全部的军队。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
再来看这南韩第21届的总统大选投票率是有79.4%，其中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是摕到49.42%，确定是当选。而且呢，伊一当选就随就职，这总统是爱做5党。伊讲家己是一个准备好的候选人，主要就是因为讲伊已经选过3届的市长，也阁有3届的总统，也就是讲对这政治界是有较熟手的。另外，伫伊少年时阵，伊嘛捌做过工人，也阁有人权律师，对基层的心声是真了解。也毋过讲到这对外的态度，其实李在明呢，伊对中国甲北韩是加较软，颠倒是对美国、日本嘛是共款较疏远的。也阁有这台海议题呢，李在明伊其实是无想要插手，甚至有人问到讲，敢会来协防台湾的时阵，伊嘛是共款无正面的回应。共同民主党李在明以49.42%高票胜选了后，加长江透早随即接到军队统帅权，5年的总统任期也同时生效。接落来，伊甲夫人金惠京同齐前往位于鲁伊岛的国会技术堂宣誓就职就任。南韩是以出口导向的国家，首先李在明一就任就要甲川普达成关系协议，这会使伊真歹有时间休喘。也毋过，伊伫就职演说中承诺，要成做政治的统合政府，姿态柔软的实用政府，首要任务是拼经济。 이재명 정부는 실용적 시장주의 정부가 될 것입니다. 外交方面，李在明阁指出表示重视国家利益，加实用外交，伊也承诺要强化美韩同盟，阁强化美日韩合作。也伫这个基础上，防御北韩核武入侵。也毋过有外交专家认为，李在明任内可能同时寻求甲中国参北韩接触，表示伊未来的外交政策会有重大转变。 국익 중심의 실용 외교를 통해 글로벌 경제 안보 환경 대전환의 위기를 국익 극대화의 기회로 만들겠습니다. 굳건한 한미 동맹을 토대로 한미일 협력을 다지고 주변 국가의 관계도 국익과 실용의 관점에서 접근하겠습니다. 단도직입적으로 미국 입장에서는 만약에 중국이 대만을 침공했을 때 주한미군이 그때 출동해도 되느냐라고 하는 얘기를 하고 있는 셈이거든요. 여기에 대해서 우리가 바로 그렇다라고 얘기를 하는 것은 또 중국과의 관계가 크게 틀어질 것이고, 근데 그렇다고 해서 마냥 침묵하는 것은 오히려 오해를 불러일으키고 기회주의 국가라는 평가를 받을 수 있습니다. 继续就职演说，李在明登到总统的首尔龙山办公室，公布新政府头一波人事名单，其中共同民主党最高委员金敏淑方提名做国务总理，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拢敲电话祝贺。北京说伫回复路透社邮件时提到。 美韩同盟稳固坚定，也毋过美国有关烦恼反对中国干预。虽然美国官员无详细说明安怎会提到中国，也毋过这会表示有外方看作是真罕见。公司新闻洪都梅编译。 中国用俗价来供应全球97%的稀土，也毋过即马因煞讲要来管制其中7种稀土的出口。外界就来分析讲，这有可能会互全球的汽车产业来停工。也若美国总统川普是表明讲，希望即礼拜会当甲习近平来对话，也毋过中国外交部到今也无回应。 元素周期表总共有118种的化学元素，其中有17个被称作稀土。其实因伫地球上含量未算少，只是开采甲提炼时较歹分离。另外，也是提炼亲像是金银这贵金属时所产生的副产品。也若这稀土也被广泛应用伫工业甲消费品顶面，像是汽车产业，稀土元素会使提升莫大性能甲效率，互货品啊运转时更加稳定可靠。 要监测车辆速度，甲控制动车系统的 ABS 监测器，甲自动以及手排变速箱内底也拢有稀土的元素。由这个稀土伫矿床内底定来共生，提炼无简单，所以讲价销相对较悬。全中国是供应全球97%的稀土的产量，原因是早期中国以真俗价销伫全世界卖，互其他国家的矿土开采事业无虾米利润，渐渐萎缩，所以讲稀土市场就变做中国独占。 也毋过，中国伫进前宣布要对7类稀土，以及像是电动车所需要的稀土永储材料实施出口管制。也若安尼做，会彻底拍乱全球的航太制造业、半导体企业、军事承包商甲汽车业的供应链，互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汽车产业面临停工的威胁。也过美国甲中国贸易会谈，才伫顶个月11举行，并且达成关税前暂停90天的共识。
不过专家分析，美中的经贸协议可能因为稀土的问题面临着破裂的风险。 I can assure you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actively monitoring China's compliance with the Geneva Trade Agreement. There will be a leader-to-leader talk very soon, and when that happens, as always, we will let you know. The White House has said tha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ill likely hold a call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this week. Can the Chinese side confirm whether that will happen? 我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这是川普当期强调，就甲习近平直接来对话，才有法度解决两国的分歧。不过，根据批评社分析，以以往的经验来看，习近平更加倾向是先用幕僚来处理这重要问题。双方达成共识了后，就阁安排元首暂时的对话，用来确保习近平未拄到对方元首脱稿演说，也是其他外交事件。所以，川普希望甲习近平的对话可能会落空。公视新闻新录配编译。 真侪人去加油，有人会问你讲，敢要跳停，也毋过，所有真侪人是想要搁强制甲加互甜。环境部是来提起讲，即款强迫加油的行为会造成一寡对环境有败害的气体全安尼走出来，毋但是影响到咱的健康，也犯着空污法，上重会罚到10万块。 开车到加油站，油箱拍开了后，救护汽油加到满，一般到一定用量了后，油枪拢会设计会自动跳停。也毋过有一寡民众惊油无够用，这时阵油枪的抽一起来接补油。这做法叫做强迫加油，虽然目睭看袂到，不过其实因为无正确操作这个油枪，空气内底增加种有机的挥发物。 TVOC 大约3500到5500 ppb 的油气会走线去，毋但危害健康，更加违反空污法第32条，应罚清理到10万块的罚款。合理啊，它那个油里面的那些化学物质都会挥散到空中去，对那个环境本身就不好，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子让它进入，否则的话。 干嘛要那么多防护措施？鱼油会排出，所以反而也会造成污染。我觉得这是可行的了。罚多少？当然以现在的景气，罚越少越好。那只是一个警告而已。环境部也提醒，罚钱可能事小，危害健康更加严重。像油枪跳停了后，强迫加油，也有加油了后动作伤紧，因为柴油也未完全回收入去油枪，也会造成有害气体氰管26倍，定为树立大量的毒气。 经过我们的肺泡微血管，这些苯环化合物哈，有可能呢就是会顺着血液循环哈，攻击到我们的头脑了哈。那这个其实本身呢，就是因为具有血管壁的穿透力，好，那所以说可能会造成一些长期的血管病变。油气里面呢，就有一些像苯、二甲苯这些这个空气污染物的这存在嘛。那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空污法第32条里面规范到的这个各级防治区里面的空气污染行为。 不过，一般骑车、赛车的人加油时间未超过10分钟，违规行为是难以搜证。环境部是讲，是毋是真正的开发，会以执法人员判断为主。不过，也是希望民众加油时莫做出损害行为，避免为难工作人员也伤害健康。记者综合报道。 食药署修正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也就是讲，只要是卖假的呢，无论是餐厅也是单位，这头家找钱了后，袂使搁再去摸遐的食食，当然要交互外送员，嘛是同款爱甲这物件包好好势。若准违反了规定，上重是会罚到2亿。头家当无用甲拄出炉盐茶放伫塑胶盒仔内底，边仔还有业者现场手工做点心，因咧处理食材的时阵，拢会挂手录啊。 若甲人客收钱找钱的时阵，就会甲手录啊摕落来，才会食食较袂受到污染。要包东西的时候，就手套戴着啊，拿钱就会手套拿下来。我会脱下手套，然后去触碰到金钱，对，然后给客人，然后当我要再碰到食物的时候，再戴上手套。如果他现在用戴手套切，那等下收钱就手套拿下来，才 OK 啊。 因为最近真正出现食安的事件，为了让业者落实卫生管理，卫福部食药署初时发布修正食品良好卫生规范的准则，要求业者都要保留品管、检验、甲量测的记录等等的文件，至少5年，而且下用的对象为原本的食品制造业扩大到所有的食品业者，包括一般的餐厅、点心店等等，而且精定业者做食的，甲食食收起来放甲供应，应该要有时间甲温度的管理。 那伫咧煮食也是处理食食的时阵，同一个时间手袂当去摸钱，会当改用夹啊，或者是挂手录啊等等的方式，较袂交叉感染。调理其实食品从业人员手部不得同时接触金钱及其他有污染之物质。这些细菌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等等。那如果说老板收了钱之后，然后有没有洗手，马上接下去来料理食物的话，就担心说这个细菌的话。
就可能会污染到这个食材。另外，即届嘛，甲外送的行业包括在内，要求外送员送餐的过程应该避免温度有真大的变化，食品嘛要完全保护好势，较袂受到污染。消署强调讲，业者若违反相关的规定，会当向各地卫生局通报检举，限期若无改善，会当以食安法罚新台票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加拿大火烧山是拍袂花，即卖呢已经有200公顷的树林拢已经烧无去啊，拢总有超过2万外人撤离。这场火灾也互北美地区呢真侪所在这空气品质拢恶化，拖去到欧洲。另外，伫个非洲的撒哈拉沙漠的这个风背沙，嘛是同款严重影响到加勒比海地区，在当地的空气嘛是同款真害。加拿大的野火继续拖烧，到青沙已经烧掉面积200公顷，有几个省份数万的居民被迫撤离。当年的热天是加拿大森林大火开发生的季节，今年发生更较早，而且烧掉的规模互人真烦恼。另外，空气品质也真歹，乌烟已经飘散到美国的东西部甲东北部。It has impacted, like with children being able to go to sports practices, events getting canceled, and things like that. 明尼苏达州部分地区空气品质已经达到非常不健康的等级，野火乌烟甚至已经飘到更较远的欧洲。Some of those particles and gases are reaching high enough that they can be transported long distance, and so some of those particles are coming into the U.S. and affecting our air quality. 非洲撒哈拉沙漠沙丁堡当日侵袭加勒比海地区，各向美国东南部所东，加勒比海岛国巴贝多，居民看家己的车变甲真垃圾。Dust travels all the way here from Africa and affects us so heavily is absolutely crazy because the distance between Barbados and Africa is vast. 这场沙丁堡为亚马加延伸到巴贝多以东，东西长大约3200公里，南北跨大约1200公里，为加勒比海一路扩展到千里达。当地气象专家表示，这实在是真惊人。佮指出，这是今年目前为止上严重的沙丁堡之一。美国国家气象局波多黎各一位专员表示，这摆的沙丁堡浓度大气气压光学高度 AOD 达到0.55，是今年目前上悬值。AOD 是形容营养粒仔主动日头来到地表程度的指标。公司新闻吴文莲编译。英国主人纪录片的主持人爱登堡以上新的作品《海洋》是伫伊99岁生日迄天头届来放送，希望会当透过影片，呼吁民众斗阵来关心海洋的生态，嘛来拍拼守护咱的大自然。After living for nearly 100 years on this planet, I now understand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on Earth is not on land, but at sea. 英国的自然学者兼影片制作家主持人爱登堡的新作品《海洋》，记录地表生态美丽风景，让大家了解大海孕育生命的奥秘，也提醒人类占地表7成的大海，因为地球暖化加人为的破坏面临危机。For once you've truly seen the sea, you'll never look at Earth in the same way again. 海洋这部纪录片用3年的时间翕，其中伫咧海底摄影的时间累积超过500点钟，用要甲1年的时间伫咧海上翕。爱登堡自50年代开始制作主持生态节目，将注入甲生物环境主题结缘。伊伫 BBC 制作真侪动物加自然环境的纪录片，互人认为是大自然的代言人。爱登堡拄则开始翕的时阵，迄当阵还阁是黑白片。伊的节目经历过几多变摄影技术的革命，包括高速摄影、近距离加显微摄影、海底摄影、高画质加无人机摄影，到即马用电脑动画加虚拟摄影技术。也佫用 AI 技术安排摄影计划。When David Attenborough started, there were 2 TV channels, and everybody knew him as the voice of nature. Now there are hundreds of channels, social media, but yet he is still the voice for nature.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something very, very hard to replace. 爱登堡的《海洋》这部新片，经伫咧伊99岁生日这天首映。爱登堡讲，《海洋》这部纪录片内面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海洋有自我恢复的能力，会让重新焕起生机。即马咱也佫有时间救咱的海洋生态。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麦松阳，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